放工路上，我喺市場口遇到一個賣菜嘅老太太，佢着得好單薄，守住一個細細嘅菜攤，風一吹，成個人都顯得有啲伶仃。我一時心軟，走過去買咗2把炆菜。可就喺我低頭準備付款嘅時候，老太太忽然盯住我嘅肚，神情古怪咁講道：姑娘，你呢一胎留唔住啊！我當場愣住啦，差啲以為自己聽錯啦，哭笑不得咁翻佢：婆婆，我連對象都冇，點可能懷孕？點知佢並冇露出半點玩笑嘅意思，反而面色越發凝重，繼續問我：你幾耐冇嚟月經啦？最近有冇做過春夢？佢呢一個話好似一根針，猛咁扎進我心裏邊。我嘴上唔服氣，可腦子裏卻咯噔一下，因為我確實已經3個月冇來月經啦，而且呢段時間裏面的確反覆做過同一個夢。夢裏總有一個高大嘅黑衣男人，睇唔清臉，卻會同我糾纏纏綿。見我面色變咗，老太太輕輕嘆咗口氣，將菜遞俾我，壓低聲音話：姑娘，我睇你肚發黑，怕係懷咗鬼胎。我僵硬咁接過菜，連一句謝謝都冇話，轉身就走。可嗰句藥卻似一根倒刺，扎進腦子裏，點都拔唔出嚟。返到屋企後，我越想越不安，越想越發毛，瞓喺床上翻嚟覆去，點都瞓唔着。明明心裏邊一片片話俾自己聽，咁不過係老太太胡說八道。可一諗到自己停經3個月，又諗到嗰一個個詭異嘅春夢，心裏邊仲係止唔住咁發慌，亦都唔知熬咗幾耐，我先至迷迷糊糊瞓咗過去。可呢一瞓，我又夢見咗嗰個男人，佢着住一身黑衣，企喺床邊，緩緩俯下身嚟，一隻冰涼嘅手輕輕撫上我嘅肚子，聲音低啞又溫柔：我哋嘅孩子就快出生啦！我嚇得想尖叫，想推開佢，卻發現自己整個人好似被乜嘢嘢死死壓住，連一根手指都喐唔到。直到外面傳來一聲雞鳴，我先至猛咁從夢裏驚醒。醒嚟嘅時候，我渾身都俾冷汗浸透咗，心臟跳得好似係要從胸口蹦出嚟。我坐喺床上大口喘氣，腦子裏邊一片混亂，越想越驚。第2日一早，我就同公司請咗假，直接去咗醫院。我話俾自己知，唔理點樣都得先弄清楚身體到底出咗乜嘢問題。做完檢查之後，我喺走廊上坐咗好耐，手心冰涼，成個人都喺度發抖。1個鐘頭之後，醫生攞住報告走出嚟，睇咗我一眼，語氣平靜咁問：呢個孩子你要唔要？唔好嘅話，得盡早做人流；要嘅話，就按時間建檔，定期產檢。我只係覺得腦子嗡嘅一聲，耳邊好似有乜嘢嘢炸開咗，成個人都僵喺原地。我張咗張嘴，卻一個字都講唔出嚟，半日先至勉強擠出一句：我再考慮一下。然後渾渾噩噩咁走出咗醫院。企喺醫院門口，我成個人好似被抽空咗魂咁，腦裏邊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話：我明明冇男朋友，點會懷孕？而就喺呢個時候，琴日賣菜老太太嗰句陰森森嘅話，再一次清清楚楚咁回響喺我耳邊：姑娘，我睇你肚子發黑，應該係懷咗鬼胎。我打咗個寒戰，轉身攔下一架出租車，直奔佢擺攤嘅地方而去。我必須揾到佢，問個清楚。我趕到尋日嗰個賣菜嘅攤位嘅時候，嗰度卻空空蕩蕩，連個人影都冇。我喺附近問咗一圈，提起嗰個老太太嘅時候，周圍人嘅表情都變得有啲微妙，好似係忌諱，又好似唔願意多講。最後一個賣油條嘅大姐睇我實在着急，先至壓低聲音話俾我知，嗰個老太太叫趙梅，住喺臨街城中村農家巷125號。臨走前，佢又神色古怪咁補咗一句：小姑娘，我勸你唔同佢走得太近，佢兒子死咗以後，精神就一直唔太正常。呢個話比我心裏面更加發毛。可事到如今，我已經顧唔到咁多啦。我照住地址揾過去，喺一間有啲破舊嘅自建房後院裏邊睇見咗趙老太，佢正彎住腰喺菜園裏面摘菜，神情平靜得好似係早就料到我會嚟。我企喺門口，聲音發顫咁問佢：婆婆，你琴日講嘅係真嘅嗎？你真係睇出我肚裏邊有嘢？佢抬頭睇咗我一眼，面上並冇半點意外，只係將手裏嘅菜放進籃子裏面，行到水龍頭邊，慢慢洗咗洗手，隨後先至認真咁講道：你呢個係被陰桃花纏上咗，中咗鬼胎。
我只覺得雙腿一軟，差啲直接癱坐喺地上，連忙捉住門框，哆哆嗦嗦咁問：真的嗎？那我會唔會死？去醫院都打唔掉嗎？趙老太嘆咗口氣，將我領進屋裏。咁係一棟2層嘅小樓，一樓好暗，空氣裏漫住一股霉味同埋香燭味混雜嘅氣息，俾人聞住好唔舒服。佢俾我倒咗一杯水，示意我坐低，呢個先至緩緩開口：姑娘，鬼胎唔係普通嘅胎，唔係你想打就能打掉嘅。能夠種下鬼胎嘅陰桃花，少講亦都係成咗氣候嘅嘢，亦即係睇你平時常照顧我菜攤，人心善，我先願意插手幫你。你仔細諗下，最近係咪遇到過乜嘢怪事，或者應承乜嘢，去廟裏求過乜嘢？我強迫自己冷靜落嚟，將最近幾個月嘅事都回憶咗一遍，最後先至遲疑住話：前段時間我回過一次老家，喺村頭嗰座破廟附近聽見過貓叫聲，當時仲以為有小貓受傷，就入去睇一睇，好似亦都係從嗰之後，我先至開始頻繁夢到嗰個黑衣男人。趙老太一聽呢一話，面色頓時沉咗落嚟，眼神亦都變得格外複雜。佢沉默咗好一陣，先至低聲講道：你呢個係沾上咗不該沾嘅嘢，咁地方陰氣重，最容易惹上呢啲污糟嘢。講完，佢起身去裏屋端嚟一隻黑陶碗，碗裏裝住一碗蛋黃色嘅水，水面上飄住燒過嘅灰紙，湊近一聞，仲有一股若有若無嘅腐敗臭味，讓人本能咁想拉開。佢將碗遞到我面前，話呢個係水法，可以先壓住鬼胎。我睇住嗰碗嘢，心裏邊抗拒得厲害，胃裏陣陣翻騰。可就喺呢個時候，腦海裏卻莫名閃過夢裏邊嗰男人嘅聲音，冇相信佢。我一下愣住了，心裏邊更亂了。鬼嘅話能夠信嗎？可如果鬼胎真係因佢而來，咁佢又點會提醒我？我越想越亂，最後仲係咬住牙，閉住眼，將嗰碗發臭嘅水灌咗落去。啱咽落去冇幾耐，趙老太就點咗一炷香，嘴裏念念有詞，攞住香圍住我身上比劃。咁縷煙氣好奇怪，繞住我打咗幾圈之後，竟然好似活咗咁，直往我肚裏轉。下一秒，一股撕裂般嘅劇痛猛咁從小腹深處炸開，我整個人當場騰得彎下腰去，手機亦都從手裏滑落，摔喺地上裂咗屏。我死死捂住肚，額頭瞬間全係冷汗，眼前一陣陣發黑，意識亦開始模糊，恍惚之間，我好似睇見嗰個黑衣男人企喺唔遠處，朝我伸出手，嘴唇一張一合，好似係喺度急切咁對我講住乜嘢。可我乜嘢都聽唔清，只覺得肚皮一陣陣抽動，好似有乜嘢嘢喺入邊碰命翻騰。趙老太呢個時候攞出一團黑乎乎嘅嘢，往我額頭上重重點咗一下，嘴裏飲道：唔怕，忍一陣。幾分鐘後，嗰股要命嘅疼痛竟然真係一啲啲退咗落去。我大口喘住氣，成個人好似水裏露出嚟咁，渾身濕透。可當我下意識低頭摸向肚子嘅時候，心臟卻猛咁一沉，原本仲算平坦嘅小腹，竟然已經微微鼓咗起嚟。我慌得幾乎要喊出嚟，聲音發抖咁問佢：呢個係點回事？點解會咁？趙老太輕輕影住我嘅背，語氣卻顯得好平靜：呢個係正常嘅。鬼胎喺度生長，說明壓制起效啦。等佢長得再大一啲，就能夠把佢引出嚟。我聽得頭皮發麻，卻又只能半信半疑咁點頭。跟住落嚟嘅3日，我都留喺咗佢屋企。每日佢都會俾我飲嗰碗帶住腐臭味嘅黃水，再用香火喺我身上來回紛擾。每一次做完呢啲，我嘅肚都會傳嚟一陣陣抽痛，而肚亦都肉眼可見咁大咗起嚟。短短3日時間，我嘅小腹竟然已經隆得好似懷孕6、7個月咁。企喺鏡子前嘅時候，我自己都快認唔出自己。更可怕嘅係呢幾日，我每晚都會夢到嗰個黑衣男人。佢總係企喺我床邊，一片又一片咁對我話：唔好上佢，快走。可每當我想問清楚時，夢就會驟然驚醒。第4日晚上，我終於忍唔住問趙老太：婆婆，仲要幾耐先至能夠徹底將呢個鬼胎除掉？我明顯感覺到坐喺客廳另一邊嘅嗰個黑影，似乎因為除掉鬼胎呢幾個字而情緒起咗變化，空氣裏好似驟然冷咗幾分。趙老太卻只話：呢個係第4日啦，再過3日就能正式做法。夜裏邊，我迷迷糊糊咁瞓着，忽然感覺床邊好似企住一個人，我強撐住，眨開眼，
借住窗外一啲慘白嘅月光，看見嗰個熟悉嘅黑衣男人正企喺我床前。佢嘅輪廓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清晰、高大、陰冷，帶住一種說不出嘅壓迫感。佢伸手輕輕覆上我嘅肚子，聲音低沉得幾乎發啞。你點解就係唔肯信我？我又怕又怒，聲音發顫咁問佢：孩子到底係唔係你嘅？你到底係咩嘢？點解要纏住我？佢沉默咗片刻，先至低低咁話：我唔會害你，真正想害你嘅，從來都唔係我。佢講完呢句話，外頭突然傳嚟一陣急速嘅腳步聲，房門砰地一聲被推開，趙老太提住一盞燈衝咗入嚟。亦就喺嗰一瞬間，黑衣男人嘅身影猛咁散開，好似霧咁消失喺黑暗裏，只係剩我一個人瞓喺床上，滿臉冷汗，心跳快得幾乎要炸開。而趙老太企喺門口，臉色陰沉得嚇人，死死盯住我鼓起嘅肚，緩緩講道：睇嚟佢已經等唔切啦。嗰一晚我根本唔敢瞓，個腦反反复复都係樓下見到嘅一切。趙老太俾我飲嘅根本唔係乜符水，而係由玻璃缸入邊溢出嚟嘅腐臭液體。佢話幫我，其實係借我個肚，想令佢死咗嘅仔復活。一諗到呢度，我成個人都忍唔住發抖。偏偏我部手機早喺第一次飲黃水嗰陣已經跌爛咗，想揾人求救都冇辦法。好唔容易捱到天光，我換好衫，硬住頭皮落樓，扮鎮定咁同趙老太講話屋企條水喉爆咗，管理處叫我返去處理。佢企喺廚房門口，陰沉沉咁望住我，望咗好耐先開口：你出唔到呢道門。我問佢點解，佢冷冷咁話：你個肚入邊係鬼胎，最怕日頭，一出去就會好似火燒咁痛。我唔死心，咬住牙向門口行咗一步，點知隻腳啱啱跨出門檻，小腹即刻好似俾刀狠狠扭咗一下，露喺陽光底下嘅皮膚仲真係冒出白煙，痛到由手臂一路燒到全身。我當場痛到癱低，只可以連滾帶爬退返入屋，心入邊最後一絲僥倖都碎晒。冇幾耐，趙老太又端嚟嗰碗臭黃水，陰惻惻咁同我講：我冇呃你，我的確係幫緊你，只不過呢個鬼胎要先替我生落嚟。講完，佢一手插住我個下巴，硬生生將嗰碗臭水灌落我口。諗到玻璃缸入面嗰團黑漆漆嘅爛肉，我胃入面即刻翻江倒海，想嘔又嘔唔出，污濁物仲由鼻腔衝咗出嚟，喉嚨同心口都辣到似火燒。跟住佢又點香作法，我個小腹就好似被乜嘢不停吹脹，一下比一下鼓得更勁，仿佛入邊真係有個嘢想破土而出。我痛到成地亂抓，連指甲都磨到出血，佢就只係冷眼望住我，嘴入邊不停重複：再忍幾日，等生落嚟就冇事啦。到咗黃昏，佢照舊出去賣菜，淨係留低我一個喺屋企。我成日都試住逃走，但只要一近門口，一俾陽光照到，嗰陣灼燒感就即刻湧上嚟。夜晚，佢將我鎖入房，床頭擺咗碗青菜麵，我餓到頭暈眼花，但係一聞到嗰陣味，胃又忍唔住翻湧。可為咗活落去，我都係逼自己食咗幾啖。等佢離開之後，我撐住虛軟嘅身體挪到窗邊，試探咁將隻手伸出去，先發現夜晚竟然唔會被灼傷。我心入邊一喜，立即將床單同被套綁埋一齊，打算順住個窗爬落去。點知就喺我將床單垂落去嗰陣，隻手忽然摸到一灘冰涼黏稠嘅液體。下一秒，一條足足有碗口咁粗嘅黑蛇猛咁由窗沿垂落嚟，鮮紅色蛇信喺我面前一伸一縮，嚇到我差啲叫出聲。就喺我掩住個口拼命後退嗰陣，嗰條蛇竟然開口講嘢，聲聲係我。嗰把聲我再熟悉唔過，正正就係我喺夢入邊一再聽到嘅嗰個男人。佢一掂到窗邊嗰度無形禁制，成條蛇身即刻縮咗一下，只可以懸喺半空，急急腳話：我係柳仙，你如果信我，就而家即刻走。我又驚又亂，震住聲問佢：鬼胎唔係你整出嚟嘅咩？你唔係都害咗我咩？黑蛇急到連尾巴都發抖，連忙解釋：我要中都只會係蛇胎，唔會係鬼胎。你自從見完嗰個老婆婆之後，先至越嚟越唔對路。
我要真係想害你，又點會而家走嚟提醒你？我個腦亂到一團糟，但一諗到趙老太嗰張公台嗰個玻璃缸，同埋佢個仔張維趙，我最後都係決定賭一鋪。我順住床單慢慢向下爬，眼見就快落到1樓窗台，屋入邊突然傳嚟趙老太尖利刺耳嘅聲音，想走冇咁容易。我成身一僵，回頭一望，只見幾張血紅色符紙由屋入邊飛咗出嚟，好似有生命咁，將黑蛇死死困住。趙老太企喺公台前，塊面俾燭火影到一片慘白，手入邊攞住一邊用竹同紅布紮成嘅小旗，周龍咁盯住柳仙。我一早就算到你會嚟壞我好事。柳仙憤怒到極點，蛇身狂扭，冷聲講到：你喐嘅係我嘅人，邊個都唔可以傷佢。趙老太一揮小旗，嗰幾張紅符即刻光芒大盛，將黑蛇纏得更緊，四周圍嘅溫度驟然跌落嚟，連空氣都好似結咗冰。我嚇到拔腿就向巷外衝，但係先跑咗冇幾步，小腹又猛咁一陣劇痛，我成個人即刻直挺挺撲咗落地，只覺得肚入邊嗰個嘢喺度瘋狂撕扯。就喺我痛到幾乎暈過去嗰陣，身後突然傳嚟一聲巨響，柳仙硬生生掙開咗嗰啲紅符，連公台都被震飛，重重砸落趙老太身上。佢尖叫一聲，成個人仆倒喺地，塊面上終於露出真正嘅驚恐。之後發生咩嘢事，我已經記得唔係好清楚，我只記得柳仙化翻做人形，將我由地上抱起，一路帶我離開咗嗰條巷。等我再醒翻嗰陣，人已經翻到自己屋企，床邊盤住一條黑蛇，見到我開眼，佢又慢慢化成嗰個喺夢入邊反覆出現嘅黑衣男人。佢五官冷峻，身形修長，但眼神入邊明顯帶住壓唔住嘅擔心。我本能咁向後縮，成身都繃緊晒，可佢只係低聲問我而家覺得點，個肚仲痛唔痛？我即刻伸手摸向小腹，發現原本鼓脹到好似快臨盆咁嘅肚，竟然已經縮翻落去。我仲未嚟得切鬆一口氣，佢就皺住眉同我講，件事根本未真正解決。趙老太係個邪術師，借住我同佢之間嘅糾纏，硬生生將蛇胎同鬼胎混埋一齊，想用呢種邪術令佢死咗嘅仔借腹重生。佢唔係術士，解唔到呢一種法，只能帶我去揾一個真正能救我嘅人。當日夜裏，佢帶住我坐高鐵去咗蘇城，一路上我又怕又累，卻仲係忍唔住偷偷睇佢。到咗酒店之後，一個叫唐甜嘅年輕女孩趕嚟，佢睇過我脖子下已經開始浮現嘅暗沉屍斑之後，臉色一下就變咗，話我再晚啲就會俾肚裏面嘅嘢吸乾陽氣而死。佢即刻用符水替我驅殺，我捨得爭啲昏過去，最後猛咁吐出一灘黑水，裏面仲有蠕動嘅蟲子，可佢卻話呢個仲只係暫時壓住，施術嘅人已經追過嚟啦。當日晚上，柳仙按佢嘅吩咐準備好公雞血、黑狗血同一處遷墳後嘅舊穴。午夜時分，佢哋帶住我去咗郊外山林。唐甜布下法陣，俾我種進墳穴中，無論睇到乜嘢都唔好驚。不久後，陰風四起，趙老太嘅魂竟真係被引咗過嚟。佢喺紅線陣外瘋狂衝撞，發出刺耳嘅尖叫，面扭曲得好似從地獄裏邊爬出嚟嘅惡鬼。我死死閉着眼，可以仲係感覺到一雙冰涼嘅手猛咁貼上咗我嘅肚。等我睜開眼嘅時候，佢嗰張嬲嚟嘅面竟然已經貼到咗我眼前，怨毒咁盯住我，一字一句咁話：你亦都活唔到。千鈞一髮之際，唐甜一聲破，滿陣紅線同埋符紙同時爆出刺目嘅光芒。趙老太發出一聲慘叫，終於被徹底震散。可仲未等我鬆口氣，小腹又猛咁鼓咗起嚟，劇烈嘅絞痛幾乎將我成個人撕成兩半。唐甜臉色煞白，柳仙亦都慌咗神。我只感覺肚子裏有乜嘢嘢喺度搏命掙扎，跟住一陣比之前更可怕嘅劇痛猛咁襲來，伴隨住一大股血污，一個小小嘅身影竟真係從我腹中滑咗出嚟。佢渾身泛住淡淡嘅光，模樣似人非人，似妖非妖，虛弱咁朝我胸口爬嚟，可仲未快到我，就一啲啲消散在咗空氣裏。昏迷前嘅最後一刻，我只感覺到手邊有一團亮亮軟軟嘅嘢，仲有柳仙嗰句幾乎哽咽嘅對唔住。等我再醒嚟時，已經係喺醫院啦。
唐甜坐喺床邊，神情複雜咁話俾我知，趙老太落嘅係死術。本來我同柳仙都逃唔過，最後係柳仙同嗰團尚未成形嘅嘢一齊替我換翻咗一條命。我聽完後沉默咗好耐，心裏講唔上係乜嘢滋味，怨佢入夢糾纏，亦恨佢將我捲進呢種事情裏面。可每當夜深人靜時，我又總會諗起嗰條盤喺窗邊嘅黑蛇，諗起嗰個喺危急關頭碰命護住我嘅男人，諗起嗰團只喺我手邊停留咗一瞬，變化成光暈消散嘅小小身影。後來我去寺廟裏俾佢哋供咗2盞長明燈，企喺殿前嘅時候，我望住嗰2團安靜嘅燭火，心裏面只係剩翻一句講唔清係怨係嘆嘅話：柳大黑，下輩子你仲係做個人吧。